走，伊规日拢无伴，想芳想红，每日就刺激。伊斗伫庄内，大声喊讲：有野狼哦，有野狼哦！庄内的人听着随从过来，有的真紧就走到伊遐。这个囡仔感觉安尼实在有够神圣。过无几日，伊就搁试一摆。庄内的人总是共款要走出来，要甲伊斗相共。家家看这个囡仔，又搁咧讲白菜，拢是生气。过无几日，墙内内真是出现一只大野狼。这个囡仔开始紧张，烦恼伊的油仔一摆，伊当然比以前搁较大声播。野狼来啦！野狼来啦！有遐已经互伊骗过了摆啦。想讲，这个囡仔又搁咧创治人啦，分半个人要杀伊，所以野狼就甲伊我食了了，食到饱通通。当这个囡仔在管遐无人斗相共的时，庄年的长辈甲讲，讲你这个百姓仔，即摆所讲的，确实是真的，嘛无人会相信嘛。